江山饲仔的香味，黄金英，看伊念味，捌归字。会记得细汉上期待的是休困日，陪阿母去菜市仔买菜，因为阿母逐摆拢会顺续带我去食市仔内各种无共的点心。菜市仔内的点心百款，若讲到江山市仔，就袂当无讲到顶港有名声、下港上出名的江山羊肉。我上爱食的就是当归羊肉米粉，虽然细细碗，毋过气味十足，中药味的汤头是香滚滚，阁有掺一寡姜丝鸭味。羊肉爱用江山的特产甘味豆瓣酱，食一喙就感受到幸福的滋味，啉一喙，规个人就拢烧热起来。食过的人拢嘛学了甲会答志。热天的时阵，上爱去食金明记的古早味豆花，冰冰凉凉，阁甜甜。伫烧热的天气，食落去就心凉鼻吐开。因的豆花简简单单，单掺一丝仔用乌糖炒过的糖果尔，毋免淋红豆、粉圆，也是土豆仁。要食就爱排队，等到有位通坐，因为因上城人的所在是绵，阁有香滚滚的豆仔味，互人食了会煞喙。若食煞，我还会让阿母阁买一碗，才来去转，当做下晡时的点心。厝内若有人客来，也是阿兄阿姐要食加菜的便当，阮会去旧市仔口的头一担，当伯仔遐交关。因是咧卖粉肠、猪肝腱、肉粿、甲糋料的。若讲到因兜的粉肠、猪肝腱，毋但真材实料，气味阁真特别。每一块切开的粉肠内底，拢看会到规格的正肉，软 Q。猪肝腱内底嘛有猪肝，阁有切甲幼的豆仔钱、甲葱仔，是别位食无的。食过的人拢介意甲比大头母发赞。对市场要转去厝的路里，阁有一档一定爱食的，迄就是生源发的咸芳。恁毋通看咸芳无点，虽讲伊看到共款是两块熟芳甲酱料，毋过规台湾行透，呾食才食会到神奇的口味。因酱料的口味
毋是早顿店通常会出现的土豆、草鱼，是老头家娘家己研发的木瓜酱。卖相甜，阁有保留木瓜的清芳。薄薄一圆木瓜酱，加一粒2包。俗芳的外口边，阁抹一圆蜜达，用烘炉烘甲淡薄仔臭焦，真正芳甲互人挡袂牢，想要赶紧搭加一喙。一寡江山饲仔的香味，是陪伴我成长的气味。就算讲我已经经历过真侪酸、甘、苦、涩，毋过因的香味犹原伫遐搭我支持，永远袂变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